太開心啦！瞓着覺都識笑。點解唔笑呢？係間歇性。今日真係 too high 啊！比起琴日仲 high，所以佢而家呢，你頭先喺二姨度呢，簡直係呢 high 到呢唔易停。可能加埋有隻狗狗啊，佢好中意佢，係咁望住佢周圍走，又可以俾佢地下爬呢。